今集為大家介紹 front vowels。讀呢啲音嘅時候，讀 front vowels 嘅時候咧，條脷係擺去口嘅前方少少，所以佢叫 front vowels。咁點樣做咧？就係舌尖微微咁樣貼住個下齒背，微微咁貼住。咁條脷咧就會前邊嗰度咧會有少少曲起咁樣嘅。O 唔 OK？好，讀之前咧就介紹下呢個符號先。兩個三角形對住呢個符號咧係延長咁解，即係讀呢個音嘅時候咧，佢係需要讀長少少嘅。同埋呢一個表咧，越往下嘅符號咧，個下顎需要越嚟越往下，即係個口越嚟越大嘅。咁最尾呢個 R 音咧，呢個 R 音點解我要括住咧？係因為喺英文裏邊咧，佢係唔會單獨使用，佢一定係擸埋其他嘅 vowel 一齊嚟讀嘅。咁嗰啲叫做雙母音，咁之後會講噶啦。好，示範俾大家睇。嗱，第一個要讀長少少，因為有呢個符號 E R， 我讀得好誇張，咁大家睇得清楚啲啊。第一個 E R， 補充一下，佢哋嘅唇形咧，大概都係好似微笑咁樣 ，slightly spread 咁樣。咁呢個咧就冇特別唇形噶啦，因為佢個口都擘到好大噶啦，唔可以話係微笑咁樣條脷擺喺前邊嘅吓。好，再嚟個 E R。接住落嚟，我哋請 Freya 嚟示範呢啲 front vowels。講嘅時候咧，舌尖微微咁樣掂住下齒背，舌嘅前邊微微咁樣曲起，嘴型咧頭呢四個少少微笑咁樣，少少 spread 開。呢一個就冇乜所謂噶啦，neutral 嘅，即係個唇形係 neutral 嘅。咁啊，開始咯噃，記住呢個有個倒轉三角形，兩個三角形對住嘅符號咧係延長，要讀長少少嘅。越往下讀咧，個下顎要越嚟越向下，即係個嘴擘得越嚟越大嘅。OK，Freya 唔該。E R。補充呢個音咧，我括住佢咧，因為喺英文入邊咧，佢係唔會單獨使用嘅，但係佢都係屬於 front vowel， 所以我都寫埋落嚟，咁方便大家記。多謝晒，拜拜。